Hello，U 仔按揭而家嚟，我係 Edison。阿靚仔，阿 Helen 咧做直播啊！哦，係，佢準備緊兩個 topic，第一個叫 PAPT。咁咩叫 PAPT 啊 PAPT 簡單講啦，如果你有啲印象，幾年前有一間律師樓咧倒閉咗，咁而客戶啲錢就會塞咗喺律師樓入邊，咁有啲客戶因為咁而有一個財政上嘅問題，咁所以 MA 因此就出咗一個新嘅arrangement 就係 PAPT。咁簡單講就係啲錢咧就直接就係由銀行去銀行，唔係經律師樓。係啦，最近大家都有睇電視啦，有啲苦主啦，就俾一啲不法嘅分子呃咗啲首期啊咁樣。咁其實如果有 PAPT 呢個嘅程序咧，就呢方面嘅即係慘痛經歷咧就可以避免啦。咁詳細咧其實都係複雜又唔係複雜，可能要多啲時間同大家分享嘅。咁啊賣個關子，留翻俾我哋嘅按揭專家阿 Helen 喺 live 嗰度同你哋一齊分享啦。好啦，另外一方面咧有個 topic 個 IDS， 其實 IDS 又係咩嚟嘅林總？但係簡單講咧，就係你都知道，從凡身去申請按揭咧，都要俾啲所謂月結單啦。好煩啊！3位 bank statement 啊，有稅單啊。係啊，譬如你喺 A 銀行申請，但係你戶口就喺 B 銀行，咁係好煩。咁而家簡單講，如果有啲參與呢個 scheme 嘅銀行咧，你如果喺嗰度申請嗰個 IDS， 你簽咗份嘢之後咧，個銀行會幫你去嗰邊攞啲 bank statement，咁啊 save 咗好多嘅時間。好方便啦！譬如我做申請我就好好啦，因為銀行月結單咧，我永遠都唔會留底嘅。咁我去銀行申請嗰時咧，又要俾翻手續費啦，又1-2個禮拜啦，係好嘥時間，同埋又要排隊啦。咁如果用咗呢個最新嘅系統 IDS 的話咧，我只要簽個授權書，譬如我喺 A 銀行就可以直接去 B 銀行我嗰個出糧戶口裏邊咧攞到我嘅資料，咁批入就非常之方便啦。咁呢一個好新嘅一個嘅情況。咁如果大家有需要再了解下，或者係想經呢一個程序嘅申請咧，記得揾我哋 Helen，我哋嘅按揭專家。咁佢就準備要做 live 啦，咁你大家可以去WhatsApp 佢啦，或者可以 call 佢哋都可以嘅。好啦，今日差唔多啦，我哋同大家 say 拜拜。